所以来看高雄的选情，高雄第六选区这个激战的情形，真正嘛是呢非常激烈。这个候选人全力咧冲刺，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黄捷找市长陈其迈做伙陪伊扫街拜票，宣布说来一礼拜动员竞选总部所有总干事，爱徛伫各重要路口帮忙倒催票。啊，对手国民党的陈美雅透早嘛伫路口去市场扫街，伊陆空拢总坐法，除了找党内大咖人物徛台，佮甲民众党阵营人士做伙展现南北合作气势。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陈美雅早起到市场拜票，行入去，民众拢笑眯眯，大声喊加油，是真热情。你会看到我们会在人潮多的地方，即使人潮只有1、2位，我也是会走过去握住每一双手。谢谢大家。同选区的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黄捷一早起嘛到市场邮票，用伊的笑容和大家拍招呼。谢谢，感谢，大家您拜拜，多谢，谢谢，感谢。前一天，黄捷和陈其迈市长做伙伫咧大街小巷行透透，就是要有关选情。这礼拜会动员所有总干事伫咧重要路口倒催票。陈美雅找到前台北县长周锡伟来徛台，两个人开直播，陆空战做伙来，预告刷落来这区会有南北合，所有候选人拢把握时间做最后的拍拼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